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敏感却关乎生死的话题：老年人的夫妻生活，它究竟是催命符还是长寿药？答案可能颠覆你的认知。很多人觉得人过60就该清心寡欲，彻底断绝男女之事，认为这样才能保命延年。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正确，还有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，靠着那颗蓝色小药丸硬撑，试图找回年轻时的感觉，殊不知这是在透支生命。这两种极端都是危险的。今天我将从传统医学的角度为大家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，讲清其中的利害关系。中医讲究阴阳平衡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身体就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，这油就是肾精。很多人觉得既然油不多了，那就省着点用，干脆不用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水不流动就会变成死水发臭。人的气血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如果彻底断绝了欲望，心如死灰，阳气就得不到生发，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。前列腺问题、泌尿系统疾病，甚至精神上的抑郁，都与长期压抑有着密切的关联。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。所以老年人适度合理的夫妻生活，实际上是在调和阴阳疏通经络，它是一味让气血活泛起来的良药。但这味药也有剧毒，用好了是补药，用不好就是砒霜。关键就在于一个度字，而这个度不在于次数。现代医学给你检查身体，看激素水平，看血管硬度，然后告诉你没问题可以适当活动，但他们只看到了形，他们没有看到神。有时候身体的零件虽然还能转动，但里面的精气神已经撑不住了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我要特别警告那些借助药物助兴的人，你们这是在杀鸡取卵，在透支最后的生命资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的肾脏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国库，里面的钱是有限的，是父母给你的先天资本。到了这个年纪本就空虚，你不仅不省着花，还去借高利贷，那颗蓝色小药丸就是高利贷，吃下去觉得热血沸腾，那都是假象。那是把你肝肾里仅存的一点真阳强行调动出来燃烧。每一次透支的欢愉之后，身体都在向你发出警报。腰膝酸软，心慌气短，这就是身体在告诉你国库快空了，再这样下去后果将不可挽回，必须立即停止。曾经有一位65岁的企业家，身体看起来还算硬朗，为了在年轻妻子面前不丢面子，长期服用壮阳药。有一天晚上事后突然全身大汗淋漓，这种汗在中医里叫绝汗，如油一样粘稠，然后人就昏迷不醒了。送到医院，西医诊断为心源性猝死，但从传统医学来看，这就是典型的脱阳，阳气在那一瞬间彻底脱离了身体。据统计，中国每年约有54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，其中相当比例发生在性活动过程中，这绝非危言耸听。这就好比把煤气罐最后一点气开到最大火去烧，火灭了人也就走了。这是用生命换来的血淋淋教训。所以老年人的夫妻生活绝不能追求年轻时的那种发泄和冲动，而应该是一种温存，一种阴阳气血的交流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最关键最要命的重点，这是老祖宗千叮咛万嘱咐的铁律。有几种情况绝对不能行房。第一种就是大醉之后，现在社会应酬多，很多人喝了酒觉得兴致高，觉得酒能助兴，这是大错特错。酒是湿热之物，它会扰乱心神，让气血在体内乱窜。当你醉酒时，肝脏正在全力解毒，肾脏在超负荷运转。这时候如果强行房事，就是让本已疲惫不堪的脏腑雪上加霜，消耗的不是普通津液，而是骨髓和脑髓。古籍记载，醉已入房以郁结其精。很多中风偏瘫的案例，如果追问家属，相当部分发生在酒后乱性之后。这绝不是耸人听闻，而是无数血淋淋的教训换来的真理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牢牢记住这条铁律。第二种比醉酒更可怕，也是很多人完全不当回事的，那就是在雷雨交加、天地变色的时候进行房事。有人可能觉得这是迷信，都什么年代了还讲天人感应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才是被现代科学证实的高级智慧。人是天地之间的产物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外面刮风下雨、电闪雷鸣时，气压和磁场都在剧烈变化。研究证实，气压剧烈变化时，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会上升15%到20%，这是有科学数据支撑的事实。在雷雨天，人的心神本就不稳，如果这时行房，精气神会在动荡的磁场中受到严重干扰，后果非常凶险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本身气场就弱，在这个时候去进行这种消耗极大的活动，极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急症。曾有一对山里的老夫妻，雷雨天觉得在家没事，结果第二天早上老头子嘴歪眼斜起不来床了。
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外邪趁虚而入，因为行房时全身毛孔完全张开，身体防御能力降到最低，天地间的煞气直接侵入。那么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夫妻生活变成长寿药呢？这里面有个诀窍叫做乐而有结交而不泄。对于50、60岁以上的人，夫妻生活的目的不再是生殖，也不全是发泄，而是采气，是情感的交流。通过肌肤的亲近，通过情感的交流，让双方的阳气得到温暖和慰藉。这种温暖能让冰冷的四肢热起来，能让瘀滞的血管通畅起来。哈佛大学研究显示，保持适度夫妻生活的老年男性前列腺癌风险降低约20%。我观察过很多恩爱的老夫妻，他们哪怕只是睡前互相按摩一下、拥抱一下，气色都非常好，面色红润，因为他们心态平和、顺应自然，懂得在身体疲劳时坚决不做，在情绪愤怒时坚决不做，在天气恶劣时坚决不碰。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养生。他们把夫妻生活当成一种修行，而不是单纯的生理需求，这才是长寿的秘诀。还要特别提醒中老年男性朋友，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，前列腺出了问题，尿频尿急，影响生活质量。其实很多时候，这是因为肾阳不足，气化无力。适当有规律的夫妻生活可以帮助排除前列腺里的淤积物。这就像定期清理下水道一样，但前提是你不能透支。如果每次完事后第二天觉得神清气爽，就是适合的频率，哪怕1个月1次或者2个月1次都是好的。但如果第二天觉得跑了5公里一样累，那就是过量了。必须立刻停止休养生息，一定要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。身体从来不会欺骗你，骗你的只有欲望。说到这里，必须提一下女性朋友在其中的角色。很多女性到了更年期后，因为激素水平下降，会产生抗拒，觉得干涩疼痛不舒服。这时候做丈夫的如果只顾自己痛快，强行行事，不仅伤害妻子身体，更破坏感情。所以老年人的夫妻生活前戏，也就是情感的铺垫，比年轻人更重要，需要更多的耐心，更多的爱护。只有当双方心意相通，身体才会自然配合，这样的结合才是顺应天道，才能真正达到养生的效果。有一位78岁的老人，看起来像60出头，走路带风，精神绢说。他跟我分享了他的长寿秘诀。他说他跟老伴每个月都会挑一个风和日丽、心情都好的日子，像过节一样认真对待这件事情。他们不追求激烈，只追求身心的融合。每次结束，他都觉得丹田有一股热气在回旋，整个人非常舒服。这就是把夫妻生活变成练功，变成采补。他没有吃任何补药，他的补药就是他的老伴和顺应天时的智慧。相反，那些整天沉迷于网络不良信息或经常出入风月场所的老人，你看他们眼神浑浊，毫无光彩，精气神早已涣散。中医认为肾藏精，精生髓，髓通于脑。老年人最怕痴呆，最怕脑萎缩，很多时候是精气泄露太多了。精液不仅仅是水分和蛋白质，它是身体浓缩的能量，对于老年人来说真是滴滴皆辛苦，不可轻易浪费。所以我提倡的长寿之道，核心在于吸精，不要把高潮当作唯一的目的，要学会享受过程中的亲密感。那一哆嗦对于年轻人是快乐，对于老年人往往是能量的瞬间崩塌，观念的转变对健康至关重要。现在社会环境充斥着各种诱惑，手机打开各种擦边内容都在勾起欲望，对定力不够的老人非常危险。中医讲意淫暗耗肾精，哪怕没有实际行动，脑子里整天想那些事情，香火就会妄动，真阴就被煎熬。这就像一口锅里已经没水了，你还在下面猛烧火，迟早要把锅底烧穿。所以老年人一定要修身养性，培养高雅爱好，练习书法绘画或者打太极拳，把这股原始的能量引导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上去，而不是让它一直停留在下半身。当你的心静下来了，身体自然就顺了。偶尔的夫妻生活，那就是水到渠成，锦上添花，而不是竭泽而渔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个非常凶险的生命陷阱，叫做回光返照，在传统中医里称之为带阳或者叫阴虚阳浮的为相。这是很多儿女不懂，而很多老人自己也完全不懂的危险现象。太多人因此把本该高兴的喜事变成了丧事，教训极其惨痛。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一个70、80岁，平时病恹恹的老人，突然有一阵子精神头特别好，满面红光，说话声音也大了。最离谱的是，突然对男女之事有了强烈兴趣，甚至嚷嚷着要找老伴，家人还跟着高兴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时候如果找明白人来看，一搭脉象就会让你们准备后事，这根本不是身体好了，这是那盏灯快没油了，灯芯为了把最后那点油吸上来，猛地亮了一下，这叫虚火上炎，水不含木。
正常老年人随着肾气衰退，欲望减退是自然规律，就像秋天树叶要落冬天，虫子要冬眠一样，顺应天道。如果一个老人肾水已经干枯，却反而欲望高涨，这股火不是真火，是虚火，是邪火，在烧干最后的精液。这种情况如果顺着他的意，让他去行房，哪怕只有一次，那一瞬间的快乐就是魂飞魄散的前奏。曾有一位76岁老人突然要结婚，找了个50岁的，全家反对，但拦不住，新婚之夜救护车就来了。所以作为子女，作为老人自己，一旦发现违反常理的性欲亢进，千万别高兴，赶紧找明白的医生调理，把这股虚火降下来，把真阴补进去，这样还能多活几年。这是救命的常识，可惜很多人把它当笑话听。古籍《黄帝内经》讲男8女7，男人以8为节律，到了88、64岁，身体的生殖系统到了枯竭临界点，这是老天爷给你设的闹钟，提醒你该收手了，该转型了。过了64岁还想像40岁那样，就是逆天而行。逆天而行的后果就是骨头会变脆，牙齿会脱落，耳朵会听不见，脑子会变糊涂，这些都是精气亏损的表现。64岁以后，夫妻生活就应该彻底从肉体交合转向神气交合，这个概念非常重要，请务必听仔细。年轻人的结合是火撞墙，是激烈的体液交换；老年人应该是水乳交融，是温润的，是气场的交换。我不反对老年人有亲密行为，相反非常鼓励，但这种亲密不一定非要以男性射精为结束才算完整，可以肌肤相亲，互相拥抱，进行肢体的接触。这种接触能刺激皮肤经络，让阳气在两人之间流动，感到温暖。如果在行房过程中感觉心跳加速过快，或头晕，或腰部突然酸痛，必须马上停下来，这是身体在拉警报。千万不要为了面子，为了所谓的尊严，硬着头皮撑下去。死在床上的案例在急诊室里并不少见。关于时间禁忌，除了雷雨天，还有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、冬至、夏至这些节气，是天地阴阳交接班的时候。这些时候气场最不稳定，人体内的气血运行也是紊乱的。在这些重要节气的前后3天，老年人最好都要静心养神，清心寡欲。一天当中，晚上9点到凌晨1点是阴气最重，阳气开始潜藏的时候，这时人应该进入深睡眠，养精蓄锐。如果真有兴致，可以选择早晨太阳刚升起，阳气生发的时候，顺应天地生发之气，反而让你一天精神饱满。心态方面，很多老年男性因功能下降产生深深的焦虑和自卑，这种焦虑比没有夫妻生活更伤肾。中医讲恐伤肾，越担心不行，越不行，越不行越恐慌，形成恶性循环，最后直接导致更严重的问题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身体功能下降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，就像头发会变白，牙齿会脱落一样自然。关键是要跟老伴坦诚沟通。我见过一对感情特别好的老夫妻，老太太说他们现在就像2个小孩过家家，有时就是摸摸手，亲亲脸。老头子哪怕力不从心，他也从不嫌弃，反而安慰说咱们这把岁数还能在一块热乎，就是老天爷赏饭吃。结果老头子心态一放松，身体反而慢慢好转了。这就是心药的神奇力量，心门打开了，气血就通畅了，肾气自然就能得到巩固。最后想跟所有做子女的说，不要把父母当成无欲无求的圣人，如果发现他们有这方面需求，别用异样眼光，帮他们把关，帮他们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。关注老人的这方面健康，就是关注他们的生命质量。生命是一场单程旅行，到了后半程，拼的不是速度，是耐力，是智慧。夫妻生活这把双刃剑舞好了，能添彩。阴阳调和，让晚年生活多姿多彩。舞不好，它就是架在脖子上的刀。希望大家能把这把剑收在鞘里，用神去御剑，而不是用身去祭剑。记住，人活一口气，气聚则生，气散则亡。不要为了一瞬间的爽快散了真气。祝愿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松鹤延年，福寿安康，哪怕到了80、90岁，依然眼里有光，心中有爱，活得体面。